大家好，我係黃漢輝。咁我而家咧嚟到介紹我最近一本出版嘅新書，就係呢本《保羅書信導論》部分嚟到去簡介。第一部分咧係格式。咁我想講呢本書嘅格式咧，就係咧唔係好似我哋跟新約聖經保羅書信嘅13卷嗰個次序嚟到去分類，而係咧將保羅嘅真跡7卷同埋咧保羅嘅6卷所謂爭議性嘅書卷咧嚟到去分類成為2個類別。咁如果你睇到嘅時候咧，可能對你都有另外一個嘅感覺。咁另一個嘅部分咧就係內容。咁我介紹保羅咧係用咗保羅3個嘅身份嚟到介紹佢，分別咧就係咧猶太世界、希羅世界，即係希臘羅馬世界，同埋在基督裏嘅世界嚟到介紹保羅。咁我喺介紹保羅嘅13卷書信嘅裏邊咧，我都嘗試咧係用呢一個進路嚟到去理解保羅嘅書信。不過當然好可能咧就未必係好能夠好深刻咁表達呢3個方向。不過咧我都盡量咧嚟到嘗試去演繹。咁我希望咧呢本書咧，當你睇到嘅時候，亦都有一種新鮮感。呢本書咧亦都可以咧帶嚟咧你嘅幫助。祝福你。